好，最後啦，第5點啦，已經係確定咗開設自己嘅寵物店，完全係想投入呢一個服務嘅同學仔呢。咁呢一個呢，你就要聽清楚啦，因為我本人呢，自己呢都係20幾年寵物嘅服務，即係老闆啦叫做，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最主要都係做管理啦，因為都老啦，都退休啦，都做唔到咁多好勞動性嘅工作啊，咁都要即係講返我自己啦，咁我開過獸醫診所啦，開過呢一個嘅動物血庫啦，亦都開過流動寵物美容車啦，亦都開過一啲嘅叫做連鎖寵物店啦，跟住開過學校啦。咁而家暫時咧就係最主要咧都係希望培訓一啲有興趣入呢一行做一啲嘅叫做社會服務。最重要就係希望咧可以攞到全世界不同嘅寵物服務咧，俾到我哋香港嘅學生同埋國內嘅學生咧去修讀，更加增值你自己啦。咁其實喺呢一度咧，我自己本人嘅分享啦，個人覺得，咁你最緊要認清自己嘅目標。你嘅目標係好直接、好正確，就係我想開業，或者我唔係開寵物店，我要提供呢個服務。譬如你要問你自己，提供服務，你會提供寵物美容啊、剪毛啊，定還是可能你想除咗剪毛之外，我會提供埋犬隻訓練。教佢 sit 啊、down 啊，或者一啲表演啊，或者係希望 train 到一啲動物咧，佢曳，跟住教翻佢乖，等人收養。咁定還是係簡單啲，我淨係賣醫療用品、食品同濕條紋嘅啫，係啦。咁你哋要認清自己嘅目標，你係做乜嘢嘅服務？咁其實就要關乎你讀啲乜嘢嘅課程。咁首先啦，都要理解翻我哋香港愛寵專科學院咧，我哋都有美容、犬隻訓練、寵物保姆同埋獸醫助護嘅課程，咁我哋比較一站式嘅。本身呢啲咁樣嘅課程喺香港都有不同嘅機構去舉辦，但係呢，如果講到係要教營運啦、創業啦，甚至乎可能要教埋你呢一啲點樣去處理客人或者一啲證照牌照嘅嘢呢，咁其實大部分都係要國際認可嘅課程。國際認可課程，如果你話你真係要讀晒全部，又美容又犬訓又保姆又醫護呢，其實講緊係10萬8萬。咁本人我覺得咧可以一步一步咁樣讀上去嘅。咁我自己咧都喺呢間學校啦，都有教到一啲咧叫寵物客戶服務嘅體驗㗎。咁雖然咧你話寵物客戶服務嘅體驗咧，好似聽落去都係 customer service 啦，但係對寵物係唔同嘅，因為你要知道寵物咧佢唔識講嘢嘅。咁我哋點樣喺隻寵物唔識講嘢，但係我哋要令到個客人去個期望對我哋係滿意呢？咁一啲就係一個嘅叫做課程嘅部分，我本人親自會去做一個教學啦。咁其實你學識咗寵物客戶服務呢，其實都會咧避免咗好多賠償嘅喎。哇，講到咁驚賠償係㗎，即係如果你話你好一個傳10個，寵物業就係咁噶啦，10個傳100個，越做越好嘅啲生意。但係你唔好呢，就係都係一樣好快咁樣呢，就會有你嘅 bad pass 啦。另外仲有最後啦，都要講翻啦，寵物服務啦，我哋要教創業啦，或者教一啲客戶服務啦，你都要睇翻個導師嘅資格喎，係咪佢自己真係有過做呢啲生意，或者有過呢啲管理經驗呢？咁呢部分都重要嘅噃。咁仲有啦，記住啦，如果做老闆嘅你呢，唔想俾人蝦嘛，唔係要代表你精，唔係要代表你叻。咁而係你都要識基本嘅程序，起碼至少個同事同你講，喂，係啊，我哋做美容咧係要3個鐘頭先做到一隻狗，咁但係你起碼自己知唔係喎，2個鐘頭可以做到嘅咯喎，咁即係咩意思啊？時間做多隻狗又係揾到多一個租金，揾到多一份人工喎。仲有成日都聽㗎啦，上堂嘅時候有好多老闆咧都走嚟問我，隔離減價，我要跟佢一樣減價。咁弊家伙啦！隔離減價，你又減價，大家永無止境。其實你讀課程就係學識你嘅技術，其實係唔需要減價嘅。技術質素好呢，自然會有人值得會俾錢你。所以呢，我都會喺我哋嘅課程部分呢去做一個分享嘅。有興趣修讀我哋嘅課程呢，就請你睇我哋嘅網站啦。多謝晒大家，拜拜。